来关心这儿童权益的问题，即马为着要来预防这托婴中心虐待囡仔，卫福部是按算要伫个儿童托育服务法内底呢，要求这托婴中心应该着爱甲这监视器的画面传去到政府来保存。那做发生代志的时阵，安尼就会当调这影像的内容来调查。也毋过民间团体甲教育人员呢是出面真反对，认为讲安尼做有可能会侵犯到个人的隐私。新闻故事就会伫咧新闻顶观看到囡仔送去托婴中心受虐待报道，但是定定事后家长要看监视器画面，就会拄好无翕到，无就是省掉的证据。为着要预防托婴中心虐待囡仔，卫福部拍算伫児童托育服务法内底，要求托婴中心爱甲监视器画面传到政府的云端去保存。但是拜三有民团和托婴人员出来反对，认为这侵犯隐私也是所谓监控。我们可以理解家长他会担心他的孩子被不当对待的一个焦虑，但是现场托育人员他们的压迫感，时刻被监视器控管工作的状况，那一份不尊重的感受，我们觉得是应该被在乎跟被重视的。在这样的状态底下，若干年后他们长大了，被他们知道他们的所有的影像，那些是他不想上传的资讯，全部都在网络上面，他们愿意吗？针对民团和老师的意见，卫福部是回应讲，会要求把影像传去云端保存，是为着要保护大家。若是发生代志的时阵，会当依照规定来申请影像资料。平常时袂有人一直在监视，嘛唔是凊彩人会当看。需要一定的使用，要有一定的程序，才能够去调阅这样子影像的资料。既然是机构的影像存到政府指定的一个云端的设备里面去，政府当然有做隐私保护的责任。卫福部强调，相关的规定也未定案，会和相关单位讨论出到监视器的关键。团云端的部分也会听各方的意见。民团是呼吁政府应该协助托育人员和家长建立信任，嘛强调囡仔应该伫咧充满信任的环境大汉，无应该生活伫咧充满镜头的环境当中。记者陈新东社桂林台北报道。